勤俭持家是无变的家风。有一个查某祖，为名叫做金珠，伊的家风上严上酷。一碗猪肉放伫个桌顶顾面子，八个媳妇唔敢硬来配饭食。伊的人缘上歹，买土地饼上多，田园济，种丁济，家运都真上。我的祖先家运都真上。哇！这是阮土家的故事，所以这内底会讲到的祖先其实上少有三岁。哦，所以你拄仔讲到这个故事，其实是恁爸爸迄边的故事。对，阮土家的故事，所以阮爸爸这边对啊。所以讲土这个姓，是本来应该是3点水，大家看到拢是3点水较济，啊，为什么恁兜的土是2点水的？这个足趣味的。我细汉吼去读册以后吼，啊，结果伫校知影讲，土有2点搁3点嘛。我倒来嘛是爱倒来厝里问，是安怎的土2点？问妈妈，拢问。拢问。阮爸爸会讲，因为吼，咱遮的园啊，拢是迄个歹园啊，歹园啊，较欠水啊。哦。